台南市东山区，这是邻近的重要的山区，有这个蜂农呢，和这个蜜蜂带新厝，做来看卖。台南市东山区除了是邻近的生产地，蜜蜂生态伫咧当地嘛是真重要的农产。多一位蜂农占森林，佮保留传统饲蜂的方式。过去古早人将蜜蜂抓断了后，就抓去这地笼内底，佮挂伫咧厝路口。古早时的饲蜂的方式，就是用这种的。吊伫厝遐呢。特别的是，伊可利用在地林荫树，将树仔种空，佮甲因贴起来，互野生的蜜蜂会当住伫咧内底。借由物种的多元性，可以会当观察到别种品种的蜜蜂生态。伫阮的现有的住宅内底，种一寡空，互这蜂仔来住。蜂农伊嘛和东山在地学校合作，带学生来到蜂园来观察无共款的物种生态，顺续了解当地各乡的产业文化。嗨，我是庄宇杰。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